今年5月到10月是台湾石龜生態季節。今年海保署發現一隻追蹤12年的石龜，今年是伊第5屆轉來屏東的小琉球放卵。海保署嘛替伊鬥一粒衛星發報器，希望透過定位，會當更較了解伊遷徙的路線，佮有生態地。大家是圍佇石龜邊仔，要替伊裝衛星發報器，希望會當追蹤未來石龜下落甲生卵的地點。這隻石龜是第5屆轉來屏東小琉球，也是今年第1隻生卵的石龜。根據海保署調查，這隻編號 TW4425的石龜，民國102年頭擺來小琉球生卵，平均2-3年攏有上花生卵的記錄。大部分攏是2到3天的時陣會閣起來一道，所以我想講，想要了解伊對來，伊接迄個隻生卵了後，也轉去對位。逐當的5月到10月是台灣石龜的生態期，今年海保署是委託台灣老古鼠協會記錄。頂個月就發現這隻石龜已經佇小琉球生4顆卵，人員嘛佇卵窟囥膨脹記錄。協會表示講，因為石龜的性別是溫度決定的，若是超過30.3度，龜囝就會是母的，就恐驚石龜的性別比例無平均，未來較歹生產。溫度超過30.3度C，那孵化出來的海龜就幾乎都是母的。大概是5月過後，就是天氣開始熱之後。基本上都超過這個溫度，在小琉球這個地方，4到5月之後，基本上孵化出來都是母龜。海保署表示講，目前已經替12隻海龜裝發報器追蹤，2隻有生的，10隻是靠山受傷的。這是頭一屆佇小琉球替生卵的石龜裝發報器。海保署嘛呼籲民眾，若是發現石龜當咧生卵，也是發現有卵窟，千萬唔通挖緊攪擾。記者鍾義輝、屈兆陽高雄報道。